縮影啊！咩縮影咧？就係、過去幾十年嚟嗰個嘅土地利用嗰個轉變。左手邊開始見到呢一個，其實就係一個基圍嚟嘅。你見到一個綠色嘅龍珠館啊？基圍側邊嘅村落，好明顯啦，水邊嚟。叫花魚蓉，花魚就係我哋而家叫嘅彈塗魚。十字界豆腐啊，即係成個去到泥灣海邊咧，就界一下、兩下、三下、四下，就成尊豆腐咁樣。收蝦筒啊！煎的，我们想未来就要变成一个自动的。收虾为什么要晚上才收呢？因为虾白天都不活跃，晚上才活跃。但是也无防水无防雨的，偷偷水不？的话，这里会长一毛。這是男生啊！間會有一次，係咪有男仔啊？呢個男仔。大概有4公斤啦，这个桶油大概1公斤。多少？我们还有地方。